爽啊！我看你的精神好亲像无稳定啊哈。无啊。无就好，我沿暗加啉几杯烧酒，就准备要较早休息者。大龙，你若不了我，安怎？我会惊。你会惊？你惊什么呢？我惊迄两尊当母师，伊会伤害你。我以为我是伫咧烧酒醉咧，啊，原来酒醉的人是你啊！当母师是当做，伊要哪会伤我呢？安怎？我明明有看到因。玉爽，免惊。这世啊，天不由着，不是这我的傻着，这是两笑话照影，又万兵走恶角。虽然是在沙中，当作无事不吉祥。为切那是见就风强，切莫留在心当中。郡主啊！天下相情好来爽，气量伴你出心房。阮见眼珠的转动，夜半是用林难体红。哈哈哈！情淡两片是相干，要以转动太为难。夜半是用林是风大，分明就醉桃花眼。大龙，我拄则明明有看到因。哎呀，这拢是怪酒味，不能交互你啉烧酒。啉一点仔烧酒，你就伫咧头晕眼花啊！哈，赶紧，皇冠摕起来，咱就好休息咯哈。来。当武术是人去办的，无错。男仙这武功好，早就死伫迄两个手中啊！那安尼讲，皇上是犹阁无谅解阮杨家咯。老太君何出此言呢？这对当武士就是七王殿下所事的。现在发生这款的代志，这就是七王爷的用意。敢讲也无够明显是？哼！强兄，为什么要安尼生做？宝弟，你所讲的到底是倒一件代志？你家己心内明白，何必都爱我讲出来？宝弟，你所讲的，我根本一点仔都袂明白啊！好，就算你唔知影，
希望以后毋通类似即种情形搁再来发生。若是安尼生食，到迄个时阵，我赵德芳是任何人都无要放伊煞。皇帝，这启禀殿下，皇上的龙体更加叮当。禀殿下，皇上的病虽然叮当，但并毋是无药可救。你若安尼，需要用什么药医治我的父王？你紧讲啊！要医治皇上有灵芝7号甲茱萸果。是，咱宫中是毋是有这两味药？回殿下，咱宫中无这两味药，况且神顶嘛也毋捌听讲过这两味药的名。王钦，小会知，灵芝7号甲茱萸果，爱什么所在才会当买着？花8000岁。若是这两味药啊，普天之下的药店无法度买着。这两味药啊，是生长伫个五台山的九龙国。皇帝，你若安尼，咱会需要赶紧派一个人熟悉地势，去九龙国取药，通我医治父王的病啊！也毋过要派什么人去呢8000岁，若要派人取药，以小的之见，杨家将做第适当。杨家将，因为昔日杨家将曾经保护皇上到五台山进香，所以对五台山的地势非常的熟悉。九龙国就在五台山的中五岛。皇帝，你若安尼，杨家也有援交一个人会用去。你也知影，杨家将只剩援交这点的险吗？七龙兄，既然你甲知影，今后你就该多多爱惜忠良，以正朝纲。皇帝，我到底是做什么唔对代志？你哪会？唉，好啦好啦，就算吴兄有做什么唔对代志，这另讲才去讲。目前先医治父王的病要紧。皇帝，你去杨家团子，并去游园之后去九龙国取药。恐惊杨元昭唔肯接旨，为什么？因为佘太君曾经有讲过，今后不准杨元昭过问朝廷之事。六郎，你为什么叹气呢？唉，无什么啊。这两天看你总是闷闷不乐，要无你去练一个杨家唱，看心情会较轻松也袂。父亲唔准我朝廷出事，也无要搁上殿去杀敌啦。啊，练杨家唱有啥物路用呢？哦，原来你闷闷不乐，都是为着这件代志。六郎，你都爱为父母想看。杨家满门，只有是干那剩你一个查甫的啊。一个查甫人定关伫厝内底，无做任何的代志，一日到暗都是伫咧甲阮遐兄嫂斗阵伫咧酒馆，这有啥物无共款呢？六郎，阮讲你着爱体谅啊。父苗心，哥哥来送子，打脚亲。
要主持家务事啊？是啊，为着宝宝唔准你出事调停，你永远嘛是无代志做。我有时偏偏我，到如今无所罕将马琴的。待在小用你心何你唔过有志士去用心。你有何用心啊？大志向你着请对有一切哦，事的断上。家受计算，愿理想，各受微薄，改进中。六郎，让阮拄只一时啊！试探你，夫君是不亏啊，既然你，你着渐请忍耐，休还阮玉霜来替你啊，扛太君，替你来扛太君啊！你即马讲的话是真心话心。我嘛无希望我的红婿变成一个绿夫啊！有情北辽未灭，你年轻力壮，又英勇善战，无为国家效力，安尼嘛是真可惜。嘿，你莫着急，等待宝宝心情若是较平静，我才替你去解决。多谢你哦，我一个差棍子。免客气，我一个杨棍嘛。哎哟，你两个搁真相敬如宾啊！舅妹，今日这个时阵来遮创啥物？哦，连我来了毋着时阵哦。要无请借问一下，我应该着什么时阵来，才袂去甲恁搅了着？咯，是我拜托九妹去甲我买丝线。九妹，你有买回来无？有啊，伫遮，什么色的拢嘛有。对啦，大嫂，拄则我要转来时阵，伫咱的门口有看到八王爷甲曹王爷，因来咱兜呢。阮王来是有甚物代志？听讲，因是奉着七龙殿下的命令，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要来拜访母亲。太君，这件代志伫迄3天前，七王殿下就已经命本王甲着八王兄来恳求你，也不过恐惊你唔肯答应，所以才拖到今仔日。哦，现在确实无法度通搁再拖落去，因为皇上的病一天比一天的严重，只有灵芝七号及朱梨果，才有可能救好皇上的病。8000岁，曹王爷，我天宝府并无这两款的药味呀。这我当然知影，因为灵芝七号及朱梨果是生长在地边界九龙国中。哦，8000岁，那安尼你的意思是？皇上命在旦夕，必须要派一个捌地西人速去速回，将这两项药味取回来。哈？要那安尼，七王殿下是要派什么人去？当然是燕郊。啊！哼，8000岁，曹王爷，
老身早就讲过啊，唔准燕昭搁再过问朝廷的代志，敢讲李维口会袂记啊？是。千岁，老身绝对唔答应互燕昭去。老太君啊！太君啊，你就看在阮两人的份上，答应互燕昭去九龙国啊。你为阮讲上恩来，伦理记绝是不该，为了阮杨家的后代，自然将命免了何灾。老太君啊，嫔妃有意，恕你为难。燕昭正经报答，接地地行事一般。九龙国是在五台山。千岁，你休要替我代，提起我代，我必伤冤怀。先父望子该被害，阮满阮的官有靠正爱，燕昭脱险。就为驸马配好来，怎人在叫伊冒险去边界，望求千岁你慈悲怀。太君啊，燕昭快马匆匆去，匆匆回来无人知。太君接下七王子啊，打救良命，你莫再迟疑。燕昭是你的袂使，你说出出言更不该。当有水力是用燕昭害，七王名随去我代。曹爷，恕老身万难将命啊！母亲，海里愿意到九龙国出游。你，母亲，海里是大宋神主，历代好名尽忠啊。你，燕昭，你愿意去九龙国出游嘛？是，为要救皇上，我立刻就赶路。你这个贱主啊！你不要